香港消防處於1868年成立，最初嘅人手編制只有160多人。目前消防處擁有76間消防局及35間救護站，而各級消防及救護人員亦超過8000名。多年嚟肩負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嘅使命。截至2006年年初，消防處擁有384部配備精良嘅多元化滅火及救援車輛、11艘滅火輪、10艘快艇、257部不同類型嘅救護車輛及35部救護電單車。消防處承諾向市民提供有效率嘅滅火及緊急救護服務。市區樓宇火警嘅召達時間係6分鐘，而緊急救護服務嘅召達時間係12分鐘。呢兩項服務承諾都以92.5%作為指標。香港消防處由消防處處長掌管，按照不同嘅工作範疇，部門被劃分為7個總區、3個行動總區、2個防火總區、救護總區同總部總區。每個總區由1名總長領導。滅火及救援係由3個行動總區執行，呢3個總區分別係港島總區、九龍總區及新界總區。喺2005年曾經出動處理37741次火警召喚及20813次特別服務召喚。港島總區所負責嘅區域包括建有不少高聳商業大廈嘅香港島、南大嶼山、離島同香港水域。九龍總區負責嘅區域包括新舊型住宅大廈林立、娛樂場所眾多、環境複雜同人口密度較高嘅九龍半島及發展迅速嘅將軍澳區。新界總區就負責不斷發展嘅新界區域，包括馬灣及北大嶼山等。總區內設有一啲有潛在危險嘅地方，例如油庫、發電廠、貨櫃碼頭等。根據火警嘅規模同性質，火警一共分為5級。喺市區發生嘅1級火警，初步動員為4輛消防車，包括升降台、泵車、降梯同搶救車。至於發生喺特別危險地點，例如醫院、酒店、油站及地鐵站等嘅火警，都列為2級火警，視乎火警嘅性質而動員特別車輛處理。除咗滅火之外，本處亦處理不同類型嘅意外及災難事故，包括交通及工業意外、沉船意外、氣體或化學品洩漏、山泥傾瀉、水浸、樓房倒塌、攀山意外、潛水及水上拯救、恐怖襲擊、輻射及生化事故。行動總區每年都舉行大型嘅山火演習同埋輻射及生化事故演習，以加強本處與其他政府部門同緊急服務機構之間嘅協調。行動總區內嘅消防人員亦都需要負責一啲防火工作及執行防火法例，例如為社區提供防火講座及火警操練，開設消防安全大使基礎防火課程及處理阻塞走火通道嘅投訴等。每個總區每年都舉辦消防局開放日，藉此加強市民對消防服務嘅認識。消防人員亦都需要擔任先遣急救員，為心臟病、氣道受異物阻塞、出血、呼吸停頓或氣促、不省人事等等嘅傷病者提供快捷嘅基本維生服務。所有先遣急救員都需要接受為期4星期，包括理論同實習嘅進階救護學課程。有先遣急救員當值嘅消防車輛及消防船都配備心臟去顫震器及先進嘅急救器材。消防處嘅特別救援隊派駐指定嘅消防局，佢哋配備精良同先進嘅搶救器材，所有成員都需要接受嚴格同專業嘅訓練。佢哋具備應付各類天災以及特殊嘅緊急或災難事故。消防處更聯同政府飛行服務隊，為市民提供直升機公路拯救服務，目的為喺交通意外中受到嚴重創傷嘅傷者提供快速而有效率嘅院前護理及送院服務。消防處不斷添置先進嘅滅火及救援車輛、器材同裝備，
並加強消防人員嘅專業訓練，以應付隨住香港不斷轉變而帶嚟嘅新挑戰。